去人咧讲，升温容易，但是低温难保。咱真侪伫遮有恁人吹，有即片的大道场，咱感受到真幸福。各位前贤，坐日子有感觉真舒适无？有，是真舒适。但是言语要安那传达着过去，咱老前辈、咱老菩萨，因一步一脚印，甚至老官老辈修办过这条路。对因来讲，早年的修行是酸甜苦涩，这绝对毋是咱的言语会当去甲形容的。现在咱来放一寡影片，这影片是过去老菩萨因伫修办坚持的路上，咱看到因坚持的画面，照着已经变黄的相片，咱来感受到过去因留下，互咱即摆所会当享受一片的长富的精神。咱现在就来看后一片咱的影片，咱掌声来欢迎。